由宏福苑嘅灰燼重畫大埔城市版圖。宏福苑大火奪走100多條性命，4000多人失去屋企，傷痛好沉重。火熄後留低嘅難題就係點樣俾居民重新開始。宏福苑落成近40年，香港混凝土樓宇一般只設計用50年，保養得好先可以延至75年。今次多個單位被燒穿，結構受損好嚴重，即使修復成本高，安全都難令人放心。而災難嘅陰影更加唔係工程可以抹去，要居民勉強返去住唔合理。從工程、人心同成本考慮，拆卸整個屋苑，重置居民係較實際嘅方向，補償必須夠。市建局以7年樓齡作收樓標準，可以作政府賠償嘅參考。若居民得到合理金額，就可以喺附近買居屋或者私樓，亦可以選擇移居大灣區或者英國，重新安身立命。關鍵係選擇權返到受災者手上，而唔係被逼返到創傷之地。宏福苑地盤可以承擔重置同財政功能，可以將廣福球場、廣福公園足球場同圓洲仔氣站遷到呢度，其原址就可以騰出嚟賣地，為補償同重建提供資金，加快災民安置。賣地條款都應該加入宏福苑居民優先購買權，俾佢哋有機會喺社區重建生活，形成兼顧人情同財政嘅方案。土地都應該留一部分作公共記憶，可以喺宏福苑舊址設立簡潔嘅紀念碑，並設一片戶外永久展區，展示火患教訓同逃生知識，提醒城市唔好重蹈覆轍。宏福苑嘅悲劇唔會被遺忘，真正嘅追思係讓居民可以以尊嚴展開新生活，讓社區由傷口走向更新。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讚同訂閱胡思動明頻道，下次再見。